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0月初1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迄中秋头一日1号、3号高速公路桃园新竹范围内拢有较塌，啊5号高速公路因为有管制，时速会当驶到60。早起农委会新设的农田水利署成立，但局长注意讲，即阵水利会灌溉区以外的农地，政府嘛拢服务会到了。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参加中国国庆周会，搁再赞扬国安法的效能，啊嘛有香港的民众发动抗议。观众朋友，咱先来看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如果新增加一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迄是40外岁长期住伫印尼咱的国民。啊，国内病例总人数目前计共是585人。搁有中国厦门一个患者有伫台湾直接到一个对象，虽然人有症头，不过验落去是阴性。咱等来听指挥中心曾仁祥发言人上盖新的说明。今天我们有新增一例的。境外移入的病例啊，这是我国籍的40多岁男性啊，按515，他长期跟家人居住在这个印尼啊，那今年9月29号跟家人一同返国，因为他在当地，他的父亲9月15号在当地确诊啊，那他在搭机的过程当中也出现这个喉咙痛。跟轻微咳嗽的症状啊，所以在入境时有主动告知哦，所以他跟他的家人总共5人哦，都一起这个采检，在机场采检也都去集中检疫所隔离检疫，那只有他一个人哦确诊啊，那他的同班机接触者总共14人啊，就是从去中国的大陆的厦门这边检出阳性的个案。那他有一个在台湾的接触者，因为有症状，所以去采检，那结果是阴性哦。那另外他也告知9月30号他自己的采检就是核酸检测是阴性哦。我来关心讲，迄中秋头一日1号高速公路罗南杨梅到新竹大塌，尤其竹北到湖口这过时速连甲18都无。啊，那3号高速公路是对树林塔去到龙潭，加在东部的5号高速公路因为有管制，时速会当驶到60。啊，早起交通部林佳龙部长特别感谢塞车出门的民众，拢真配合指挥甲调度。国道早起6点，罗南的路段就出现塞车，尤其是国道1号、国道5号拢出现桥仔色漂亮的路段。国道1号罗南杨梅到新竹大塞车，部分路段的时速敢若18、19公里。国道3号罗南树林到龙潭嘛是红记记，时速伫咧30公里以下。颠倒是进前外界上烦恼的国道5号的塞车问题，却因为管制一路顺顺。早起交通部长林佳龙佮特别去高公局来视察，而且感谢用路人配合所运的措施。我们以主干线的顺畅做目标，所以把一些匝道封闭或者是进行移控，那因此呢就是这样子导引车流使得这个国五就整个车流量也增加但是相对来讲行车的效率更好。高公局表示，拄初返点到12点，封闭国道5号南向石碇到滨南交流道的入口，佮加上6点到12点，实施南向高承载管制，目前车速拢也佮算正常，平均车速拢会当维持伫咧60公里。虽望国道无塞车，毋过却因为实施高承载管制，10度封闭，地势所出口，国道3号转5号的入口所来塞车。在高承载，等一下12点结束后，3人以下的民众他们会上路，所以可能也会有一点拥塞，那会持续到傍晚。高公局表示，10度封闭高承载管制到中昼结束，预计下晡也各有一波车条，会继续到下晡5点才会疏解。中秋连假头一天，预计全日车流量超是125万8万车公里。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今年中秋的假期恐惊是有史以来车阵上介济、上恶消透的一遍。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也特别伫 Facebook 高速小费率这个机关所设的专页开辟一天3棚时间，直接报告路况，通互塞车出门的民众随看随会知。高速公路局今年特别组织一阵报送路况的人员，连续假期中间，逐日伫咧高速小费率这个 Facebook 的专页有3棚时间，就是早起7点、10点，甲下晡4点现场服务。早起医保员也提醒讲，估计今仔日车流量会达到125万公里，雪山磅空的车流量也会到14000公里。
咱过来讲，自从翻点过苏澳趟花莲的山区改善道路，就是苏花改即过，车就一直咧来。警方也加派卡手尽量指挥。看路人对台东去，嘛是自透早开始，人阵车阵就渐渐多。尤其往绿岛的船帮，若有加抓，大已经拢拍无行李甲明仔载即2天的船票了。透早苏花改路南路段已经出现车潮，车一步接一步，警方加派警力速度，希望维持行车顺利。苏花公路大概于今天凌晨4点30分出现车潮，那目前排队的车流尾端大概在苏澳新站的位置大概排队的车流大概有3.5公里。那目前预估在下午16时以后车流才会舒缓。花莲的观光风景区一早就出现旅游人潮，游客大部分是透早驶夜车避开车潮，警方赶快加派警力维持交通。目前早上的车流怎么样？早上车流算多。哦，还算顺畅吗？还算可以，还不错。我们车流量呢已经有到达每15分钟有200辆。那我目前有收到这个简讯，那目前我会调度我们行车分局的警力在台九线的义雍塞路段呢，我们加强疏导。台东共款出现人潮甲车潮，南回公路顶悬的稻梁火车站早起已经出现人潮。在地绿岛甲台东之间的客轮也全面加开，按算运输5000名游客进入绿岛旅游。早起2天的船班也已经拢订满了。记者综合报道。代替高铁车的公共交通工具嘛是自昨下晡开始旅客就真加压。早起9点，内政部市交通部长专工去到铁路警察局台北分驻所，慰问无通休困，佫着爱当地这铁路警察人员的辛苦。铁路警察同仁从昨天开始就非常的忙碌我们的铁路、我们的高铁、我们的捷运运量都非常的大。他们的工作量都非常的大，可是他们牺牲了他们中秋的假期，然后让我们民众能享受一个快乐的中秋节日，这个是我们警察无比光荣的一个任务。虽然他们牺牲了假期，他们仍然乐于为民众服务，所以我今天也特别来感谢我们辛苦的警察同仁们。咱看到内政部市交通部长和铁路警察人员徛做伙翕相，欢喜比出赞。市部长也特别感谢当地的警员，自昨就开始无用，牺牲家己的假期，用心维持铁路交通的顺序。伊也有关心探问目前铁路方面治安的情形，佮也特别颁发加菜金，感谢众人的辛苦。咱过来讲，美国的国会众议院发表反制中国威胁的调查报告，提出400几项建议的政策，甚至也讲要紧和台湾谈判经济贸易的往来。佫有住在美国的台北代表处，也通直接改叫做台湾代表处。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嘛讲，若无台湾参加在内的联合国系统，根本就是咧欺骗世界。伫中国10月7日国庆进前，美国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9月30公布经过数个月调查的报告，针对美国应行中国伫经济甲军事上的挑战，提出82项发现400多项政策建议，甲将近200项立法建议，其中2/3是两党的共识。To supporting the protesters in Hong Kong and the threatened countries like Taiwa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greatest long-term threat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报告当中，除了真侪项反制中国措施，亲像制裁牵涉经济或者是工业间谍活动的中国电信公司，也讲到台湾，其中呼吁美国甲台湾展开双边经贸谈判。迈克尔也表示，川普政府伫真大程度上已经将台美贸易协议谈判纳入考虑。另外也建议，予驻美代表处改用台湾代表处的名字。驻美代表萧美琴表示，台湾代表处确实比台北更较用真实反映现状。As Taiwan's first woman president, President Tsai Ing-wen knows this very well. Over the past years, she has made it a priority to tackle the issues that prevent women from entering the workplace. 萧美琴担任驻美代表了后，一个对外发声，9月30日女性领导重新规划后疫情时代网络研讨会上，也甲美国全球妇女议题无人数大赛考虑线上对话，呼吁联合国应该接纳台湾参加，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也在推特表达支持台湾，表示无台湾充分参加联合国是欺骗世界。克拉夫特相片当中的背景，佮出现台湾乌黑的红仔，也看出伊的卡斯。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中国对台湾近来是一再品文品武，国民党的立委当时发觉讲，目前有9岁的少年家军事训练，干那4月你就退伍，8日敢有才调备战？因嘛主张讲，强制征兵的制度，得佮重新讨论实施。总是国防部有说明，到年底，军方在野的人数会当达到90%的目标，骹手实在是无欠。国防部长颜德发30视察空军联队，坦白讲，面对中共军机扰乱台湾，空军比过年同期增加20%的飞行架次甲时速，显示台海空防的压力是逐工拢伫增加。解放军最近加强对台恐吓，引起台海情势紧张。嘛，因为国军目前采用征兵甲步兵做伙做，征兵制军事训练役，干那需要做4个月兵，战略是去互质疑。国民党提出恢复征兵制，嘛引起国内兵役制度改革讨论的声音。你要募兵制，但是募不到足够的这个兵员，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只好说用后备军人的训练嘛。到底是要用恢复部分征兵，还是加强教招的训练？这个都是方案嘛。推动募兵制以来，无论在训练的成果、训练的成本，以及纪律素质以及人力的运用等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精兵政策的一个优势。国防部强调讲，推动步兵制发挥征兵政策的优势。若是当年有8万外越南接受军事训练，超过当年上加65000人的后备人力需求真济。109年底，国军兵力变现会当达到90%的目标。针对恢复征兵制甲女性征兵服役，需要谨慎评估。民进党认为讲，短期以来先提升军事训练役的品质，甲4个月役期成果上大化。针对干是要全面恢复征兵制，态度是真美手无愿意加讲啥，所以引起前立营立委的不满，批评讲合作独派的立营立委是假台独。募兵制的3位总统应当出来向这个老百姓讲清楚，为什么你这么勇到跟这些一般小国地缘战略很敏感地方的国家都不一样。若是后备军人高调常常去风险，国民党表示需要好好改革。国军建议后备改革方案，反主讲会对原本2年一份5天至7天，改做1年一份，调份2礼拜，强化后备能量。针对这件代志，国防部回应讲，抑搁伫咧讨论的阶段。记者综合报道。早起台北市政府庆祝设市100年，柯文哲市长亲身穿西装，一一欢迎过去的市长甲议长。特别是陈水扁和马英九这2个前任的总统，真罕得共台，开始来引人注目。之前马英九捌讲过，中国拍台湾，首战即将战。柯市长是表示在意咧看，面对战争，咱应当是唔免惊，嘛唔通怕。台北市设100年活动，市长柯文哲穿西装甲皮，以现任大家长的身份欢迎每一任台北市长，包括前总统陈水扁，佮有前总统马英九，柯文哲拢亲身迎接。只是对马英九首战就买战的言论，唔拿外界关注。柯文哲认为，爱无避战嘛唔免惊。其实我跟你讲哦，这个台海真的一打起来不得了，这个，所以应该要非常慎重嘛。我们不避战不畏战嘛但是也不是太轻率。像你怎么看国台办说没有海峡中线？这个就是这样的哦。要是我了，我看完那一句话，马上回去赶快看什么准备要准备的，再准备多一点嘛。两岸局势情况，攻击一直西台湾，佮超过海峡中线。中国国台办认为海峡中线已经无存在，马英九是激动回应。两岸相互尊重就会存在。比较马英九真侪届拢对两岸议题发表看法，业界出席的陈水扁面对媒体提问无加做回应，顶多是利用地事的时阵呼吁爱合作。为什么朝野没办法坐下来，两岸更没办法坐下来？我们认为能够齐聚一堂，大家坐下来就是好事。每一年市长，佮有柯水伫吴碧雄、黄大洲、甲郝龙斌，佮有议长拢来做阵翕相。柯水伫甲吴碧雄坐中央，陈水扁甲马英九的座位卡名红摆开，柯文哲坐伫上正边，管理台北市政因一个接一个，佮有人后一步就是做总统，咁嘛是柯文哲的后一步。很多事情就这样，近期在我嘛我们人可以努力就努力，剩下给天气决定就好了。记者郭珊台北台北报道。
今日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参加中国国庆周会时，也搁再赞扬国家安全法，让香港的社会会当搁再平静，甚至也批评外国政府无理制裁香港官员，伊也全无惊吓。今日有香港民众出门抗议，就是要争取北京放出已经落网的12个香港指示。警方这边嘛布置6000人马，加强戒备。看5星旗甲紫荆花的旗啊，豆豆升起来，直升机嘛挂旗啊，为空中飞过。10月初1，中国国庆这天，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甲中联办主任罗慧玲，还有特区政府官员参加升旗仪式。無論部分持雙重標準嘅外國政府，對執行香港國安法嘅機關作出多少無理嘅指控，甚至對維護國家安全嘅特區官員粗暴咁實施進一步嘅所謂制裁。我同埋相關嘅同事會繼續無畏無懼。林鄭月娥在國慶嘅酒會當中，學咗香港版嘅國安法，伊表示，只要香港人擁護一國兩制嘅方案，香港就會當建設甲更較好。同一天，香港理工大學嘛破例，喺學校內底舉行國慶升旗典禮，結果卻引起學生嘅不滿，學生燒酒穿烏紗要去現場抗議。反民派人士透早就發起遊行聲援，而且要求北京釋放兇掠的12個香港人，還佫把請願的批用火給點火到，不過火隨後香港警察拍花。喺呢一個悼念呢個6.4嘅死難者嘅時候咧，更加唔會忘記喺監獄裏邊嘅政治犯。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嘛計劃發起11個大遊行，遭到警方反對，不過也是有網友自主燒酒集會行動，那保安局、公務員事務處，還有中聯辦攏真罕見少年說發聲明，警告袂當遊行。一來香港警察嘛佇11個前3天掠10個人。警方亦特別留意到咧，近日有人咧喺網上宣傳同埋鼓吹其他人參與嚟緊10月1號國慶日舉行一啲未經批准嘅示威活動。根據香港媒體報道，警方已經部署6000個警察，喺全香港各地區，要因應11香港街仔路任何可能向發生嘅狀況。記者綜合報道。咱話來講，中國國內天主教會，那我共產黨的就平安無代。若聽羅馬教廷指揮的，就攏拍做地下教會，會拆會掠人。美國國務卿也煩惱講，羅馬教廷準備要和中國簽新的協議，可能真濟這款地下教會做務就會愈艱難。不過，伊望要和教宗會面，對方卻提示，原因是講美國隨要選總統，教會無要涉入政治。中國在共產黨一黨專政之下，天主教徒分做聽共產黨的愛國教會，甲遵照傳統聽梵蒂岡教廷的地下教會。地下教會不時受到警方的騷擾，甚至人員無代無志去用安一個罪名，全去用掠去關。習近平掌權了後，中國政府煞愈來愈壓迫，真濟地下教會教堂去用拆掉，就算無拆掉的，壁頂的耶穌聖像嘛去用換做中國的5星紅旗，甚至是習近平的像。Nowhere is religious freedom under assault more than it is inside of China today. That's because, as with all communist regim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ems itself the ultimate moral authority. An increasingly repressive CCP, frightened by its own lack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 works day and night to snuff out the lamp of freedom, especially religious freedom, on a horrifying scale. 蓬佩奧最近小連續批評教廷甲中國交流的政策，針對這點，真濟年來一直用心計較要甲中國建交，甲台灣斷交的教廷外交官員，因為蓬佩奧伫要去人訪問進前，安尼批評教廷有失外交禮儀，也若教宗方濟各嘛拒絕甲蓬佩奧會面。事實上，去予教宗拒絕的毋但是蓬佩奧，也有向中國退休的香港前任書記主教陳日君。陳日君頂禮拜親身走一逝梵蒂岡，針對教廷甲中國特別完成的有關主教任命等等的新協定，呼籲教廷會當任命真正對香港教會有幫助的主教人選。不過，針對香港少年所表出反送中甲反對香港版國安法的抗爭以來，方濟各對香港人權的問題就一直閃甲離離。陳日君去到梵蒂岡，教宗嘛拒絕甲因見面。路透社的報道指出，當咧競選連任的美國總統川普，甲保守派基督教會甲天主教會關係是袂歹。這個教會稱在批評教宗方濟各甲共產國家友好的政策，這個蓬佩奧去互拒絕，嘛象徵美國甲教廷的關係達到新的高點。記者綜合報道。
咱我来看亚洲西部伊日北肯一国和隔壁国阿美尼亚起冲突，交锋对垒已经第4天，总是双方由元朗拒绝中人来讲和。阿美尼亚这边佫指出讲，因的战斗机互对方拍落来，造成死伤。但国际社会拢真烦恼，冲突若佫无收煞，惊会变作严重性的全面战争。亚美尼亚加亚塞拜然30日争议地区纳戈诺卡拉巴克发生激烈对战第4天，上新的冲突是亚美尼亚讲因一台战斗机和亚塞拜然盟友土耳其的战机拍落，飞行员死亡，这互规个紧张情势搁再升级。不过亚塞拜然加土耳其拢否认。Ադրբեջանի բանակը շարունակում է թիրախավորել քաղաքացիական բնակավայրերը։ Երեք դուք անձամբ կարծում եմ համոզվել եք շրջան որոշ Bizim bir şartımız var. Qeyd şərtsiz, tam və dərhal bizim torpaqlarımızdan çıxıb rədd olmalıdır. Və bu şərtim qüvvədədir. Və əgər bu şərtimə Ermənistan hökuməti əməl edərsə, 为着领土主权，亚美尼亚加亚塞拜然伫咧争议地区纳戈诺卡拉巴克的战斗，真侪民众受害。Նստած տան համարը բանալ է մաքր, սուտորալ է մաքրում։ Սուտոր մաքրելուց ինքս տե նստած, այդ բեսպիլոտնիկը եկավ բիսետկի վրա 两边拢无停火意思，伫联合国大会，双方的态度拢正强，国际社会也希望双方停火，担心这场冲突的升级变做毁灭性的全面战争。亚美尼亚总统帕辛扬讲，无考虑要甲亚塞拜然谈判，亚塞拜然的总统阿里耶夫也拒绝协商。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40-50岁之前的台湾人，细汉时啊，真侪拢捌看过一部红阿珠，或者娃娃看天下。主角是一个6岁的查某囡仔生，啊嘛因为这部故事，真侪幼囡仔拍开国际的眼界。娃娃看天下的原作者，也就是阿根廷这国国宝级的漫画艺术家基诺，昨9月38往，食到88岁。伫咧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地居民用花甲酒向最近过身的漫画大师基诺来致意。基诺1964年创作的马法达漫画角色，伫6岁查某囡仔的角度挑战这个大人的世界，成做1960年代拉美中产阶级甲社会文化的代表。一路请教欧洲甲亚洲，翻译做正10个的语言，行销全世界。台湾已经过身的女作家三毛，嘛甲伊翻译做中文的翻译本。El humor de él es universal, pero máxime nosotros lo podemos entender en lo profundo, porque visitó todos los problemas que tenemos, todos, y todos los visitó con ese mismo espíritu.Para mí es una parte de nuestra historia. 基诺伊所描写的马法达，伊的头毛是黑色的，而且真蓬松。伊对世界充满好奇，讨厌啉汤，讨厌共产主义，甲伊 Pitos 关心真济国际时事甲人类爱面对的问题，像讲饥荒、产者、正义甲女权等等。梦想是争做联合国的大赛，宣扬世界和平。马法达的朋友包括爱汉民的菲利普、真希花，敢若想要嫁予好野人生囝的苏珊娜等等，后来拢成做一种上等的符号，伫咧全世界流行超过55年啊，也是长时间。2年前的阿根廷支持提囡仔法案游行，真济游行者大声喊讲：“我无想要变做苏珊娜，代表讲因要求自主，无愿意成做生囝的机器。”创作出这个经典的基诺，本名号做华金萨尔瓦多拉瓦多，伫咧1932年出世伫咧阿根廷的门多萨省，经过阿根廷的军事政变、言论审查，后来伫咧西班牙、法国甲意大利等等真济所在住。透过马法达启发真济读者的世界观，互伊真有成就感。Leyendo Mafalda se había dado cuenta que Mafalda se interesaba por Vietnam, por Rusia, por China.Y dice, yo acá vivo en Santa Fe, no me acuerdo en qué pueblito decía, y para mí hasta no leer Mafalda, todo era para mí Santa Fe, el mundo para mí era Santa Fe y el pueblito que yo conozco, todo lo demás. Gracias a Mafalda me enteré que están los chinos, los rusos, los norteamericanos. 基诺已经88岁，出版商30发布伊死去的消息，伫咧网络顶悬随出现真济对此怀念的回响。记者综合报道。
咱再来看法国的首都半年一摆的巴黎流行周，无少传染症还未收煞，服装秀照常举行，展示侪设计师的新作品。不过嘛，有环保团体出面抗议流行文化的产业，拢鼓励人着爱加开加用，这正正就是伤害大自然环境的凶手。这个环保人士手提布条对伫咧舞台顶model的脚趾后，共款行脚步。大家拢是挂喙暗的来宾，大观赏model的表演。这个时阵，观众席一位穿套装的女士提黄色的大型标语，写“阮拢是流行的受害者”。对伫最后一位 model 的后边行一列。因为迪奥现今也是第一位女性创意总监的齐尔瑞，常常利用表演的时阵，做回发表对社会经济问题看法的舞台。所以，这个无声的抗议活动一开始，也阁被未少的来宾误认是齐尔瑞要用什么步数吸引大家注意特定的社会现象。随后，这将近2年才成立的环保团体反抗灭绝发表声明，表示这抗议活动是因所策划。事实上，环保或者是保育团体常常伫流行表演场合以贴标语或者是行动剧方式来表达看法，诉求是为以前常常看到的拒绝使用毛皮，甲即卖五花杂色。比如顶一摆伦敦流行周活动，环保团体抗议活动的标准，报告 GQ 这流行杂志，讲这出版商在内规个流行产业，拢在鼓励过度消费甲资源浪费，造成气候变迁的凶手之一。不过对现阶段流行产业来讲，上烦恼也是疫情，一波刷一波，来宾全部拢挂喙暗，还阁保持社交距离，科业界认为流行周失去原味。This social distance in some way don't help us to have a dialogue with the other, and this is very dangerous. 齐尔瑞认为，无论伫巴黎、伦敦、米兰或者是纽约。小金男做伙甲握手已经正做流行产业的仪式，即马才拢正做社交距离禁止的事项。不过伊也指出，流行产业拢是求新求变，未来一定找到无共款的做法来表现流行产业的重要技术。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关心国内在地大消息，来讲各地方的农田水利会已经改做是公务机关，农委会也加设一个农田水利署的部门。早起陈吉中主委就指出，比较用过水利会灌溉区以外的农地，但政府嘛拢服务会到咯。不过嘛有捌做过水利会长的人士讲，农民倾钱建设的设施，政府却收作国有，这实在无理。农委会主委陈吉中、前任主委林聪贤，各前农田水利会会长，做伙甲红色的布里摇落来，正式宣告农田水利署成立。过去伫公法人的时代，农田水利会主要是照顾灌溉区内底的农民，包含31万公顷的农地。即摆连灌溉区外口的农地拢算在内，会当服务更较侪农民。这个绝对是农业历史的新时刻。我们本来17个农田水利会负责的灌区只有31万公顷，我们还有37万公顷，升格之后，服务的范围绝对会更大。支持公法人农田水利会改制作公务机关农田水利署。前宜兰农水会会长柯南山认为讲，过去灌排无分，工业废水污染农水因无公权力会当处理，但是即摆情形应该会当改善。农田水利会，咱担这个责任，但是实际上咱无迄个处分权，所以这造成你执行公务上有足大这个缺失。但是反对改制前桃园农田水利会会长黄金春批评讲，农业部还未成立，就先设立农水署，这是无符合定数的机关。另外，伊阁较不满，过去农民做伙种钱起的设备甲财产，即马全部拢收做国家的，是真无合理。解散也要清算财产啊！你不用清算财产，整个就要过给政府。那你政府怎么可以做这种土匪式的行为呢？估算过去农田水利署的现金加不动产大约有2000亿。黄金春指出，未少反对者拢认为直接收做国家的是危险，伊嘛提出行政诉讼。也若是农水署，即马由农委会派任17个管理处长，敢是有咧绑条仔卡的可能性？农委会强调讲，一定会遵守行政中立。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休困日第一就是爱斟酌水火无情。
昨半暝，台中市乌日溪福路这一间纸厂熊熊火烧，因为是大铁厝的造作，厂内阁有计经，火是连续到3点外钟才拍花，加在厝主一家3个拢脱落出来。另外毗邻北港的文化路这一间雕刻店，昨暝也是火烧，厝主翁某2个有受到轻伤。火光从暗暝照到红记一片，铁皮厝整个陷入火海。消防人员布起水线来压水降温，一边主动破坏器材，将铁门来刮开。内底计经过伫燃烧，消防人员一边灌救，一边确认是毋是阁有人受困。利用成业者一家伙3个人，当时当伫2楼伫困，刚才及时逃出来，不过看到厂房已经被大火烧去，艰苦甲当场跪落来。无啊，就阮伫楼顶啊，伊讲片啊臭臭，紧落来楼梯头遐就咧倒火啊。大概是在纸类工厂那一间，1楼往2楼的楼梯间那边起火，然后是由屋主他自己发现的。1号凌晨2点外，台南市乌日区溪福路一间纸器厂庆出大火，由于是铁皮建筑，加上内部计经真济，已经拢放纸器的成品甲半成品，燃烧相当紧，虽然无人受伤，不过火势真猛。一直到早起5点外才拍花，离伫云林北港这间雕刻店，30号暗时嘛发生火警，当时无记得担心头家想要家己来救火，所以被火烫伤。我看到药水哦，啊去你看，唔知倒位，你伫倒看到咧烧，无看到咧烧，闻着臭味。但是厝主讲家己嘛想要来拍火，嘛竟然来关总电源，火势还佫险啊波及到周边厝边的厝。消防局出动3个分队，17个人力，才将火势控制。那大概在10分钟以后，我们发现火点控制火势。两件火警虽然都无人员伤亡，不过所有厝主是非常惊吓。而开始起火原因，还佫进一步来调查。记者台中云林综合报道。我来看东部这边，台湾铁路局环岛铁路电气化的上尾一节，南回铁路的电火条和电线拢已经搭好，站透明试验送电也一切顺序。按算年底电气化的列车就会当驶经过。不过因为过去南回沿路拢有真侪旅客来欣赏风景，当高压电也开始送电，就要加强斟酌安全问题。南回铁路98.2公里电气化的工程，规条铁路的电力设施甲电线，顶个月全部拢修好，电力分支所嘛小连续完工。沿线车头的月台已经全部改造会当互电气化列车来停泊。10月7日半暝顺利完成送电的测试。铁道局表示，南回铁路电气化按算今年底完工通车的目标，已经向前行一大步。那后续如果单机测试 OK 的话，那后续我们会再做一个稳定式测试。台东、花东的县民更容易返程回到家这样。南回铁路沿路有真侪美丽的风景，亲像是多良车头，还佫有太麻里边高道。10月7日连续假期的头一天，不少民众拢去铁路边啊翕相，尤其是太麻里边高道，是佫较瓦近电气化的设备。保全人员一直甲民众劝导，爱离25000节高压电的铁路较远咧。电气化刚通电而已哈，怕说会有触电的情况哈。南回铁路电气化的工程7年前开始动工，按算年底会通车，完成全岛铁路电气化上尾的一段。以后台东的民众若是要去南部，就毋免阁忍受坐柴油味的车。不过公务单嘛提醒沿线的居民，为即马开始，伫咧铁路附近的活动，至少要保持1公尺半的安全距离。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中秋本地是团圆的日子，不过旧年的这一日，宜兰县南方澳大桥断过，底排休点桥卡3只渔船，6个外国渔工也来遭遇不幸。今日追思会现场，争取渔工权益的团体也主张讲，政府就要替因改善生活环境，尤其一定要查办渔工互人倒薪水、强迫劳动者的种种恶质的情形。大家将一蕊一蕊的白玫瑰献上，7名宜兰的菲律宾甲印尼渔工，伫台湾工作5年到10年时间，渔工性命用要甲渔船连做伙。他才30几岁，可是他11年，快12年的时间，通通贡献在台湾的渔船上面。那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台湾的渔船这个渔业发展，仰赖这些外籍渔工非常的深。一名菲律宾籍渔工家属也到现场爱车庆祝思念歌曲，表示非常思念伊的表弟。Tatlong Pilipino at tatlong Indonesia, malungkot para sa akin kasi. Ano ibig sabihin? Yung very lonely 强迫劳动
清单里面，台湾就在里面这一个。全世界的已开发国家里面，大概只有台湾在榜上有名。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其实这是我们台湾的一个耻辱啊！提高他们在岸上这个居住的这个诱因啊，让他们愿意来这个岸上来居住。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在规划，已经规划在高雄。现场渔工团体指出，未少外籍渔工，甲即马家能住伫船顶，背靠薪水。美国9月30公布的竞标劳工清单，台湾远洋渔业也伫内底。现场出席的渔业署官员表示，研究提悬渔工上花大诱因，示范渔工清洁设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中秋前一暝，高雄市凤山区的成义里举办中秋航马联谊，特别把四线道的车路封起来，摆上百道，和1,000个里民做伙热闹，大家嘛拢穿甲真青草，欢喜庆祝中秋。舞牌、鸡排、猪排、猪烧甲红旗旗的火炭顶悬慢慢啊烘。中秋节前一天暗时，高雄市凤山的成义里特别封街路，搭烘卖鸡仔甲准备真济食物件，斗阵欢庆中秋。今天中秋烤肉，然后那个一家团聚，烤肉超好吃。我们要来烤这一块鱼了。那是什么？火锅刀。将近100道的食面，1000位里民来参加，不只有烘全鸡、虾仔甲鱿鱼，也有20多条、10多公斤的龟头刀，是活动上大亮点。当地里长讲，每年中秋因拢会举行封街路烘肉，无烘肉感觉就亲像无过中秋同款，大家互相交流，增加乡里感情。因为有疫情的关系把规模缩小，开放的空间还是在维持在1000个人的以下，但是我们所用的食材会比去年更好，然后更精致。今年因为新冠肺炎防疫相关活动有人数限制以外，高雄市工务局也提醒民众，公园绿地是禁止烘肉甲放炮啊，假使违反规定，会以公园管理自治条例会罚1,000以上6,000以下。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云林土库的南平社区，因为在庄番薯种袂少，他嘛汇集庄头种人同齐制作伙，用番薯做原料来生产月饼这的加工品。嘛望讲经过即摆的训练计划，通去培养各社区内底的人才，发展出有特色的地方产业，嘛互愈侪厝边头尾会当拢有工课做。产能的番薯是云林土库南滨社区的农特产，现学的番薯正港上青的食材，随送去社区的灶卡。灶卡内底人炒，大家拢咧无营做月饼。这是云林土库南滨社区发起的培训计划，利用在地生产的番薯，伫中秋进前就乡亲做伙来做番薯月饼，大家拢感觉学到真侪物件。足好的啊，因为阮会当增加尝试，跟增加知识。要学会一个技能。今年用了3种地瓜在里面，3种品种：紫地瓜、芋头地瓜、黄色地瓜，本土的啦，所以通通加进去了。用在地的食材亲手做的月饼唔但好食，阿爸包装嘛真讲究，还佫有在地的少年人倒来故乡贡献家己的力量。我想要回乡来帮助这个社区发展在地的一个特色，他们的在地农产品的特色就是地瓜。我这个年轻人已经回来服务这个社区，希望也可以带动这个社区更多的年轻人回游来帮忙这个社区发展。要推广南边的农特产番薯，需要更较侪少年人倒来故乡甲社区斗相共，嘛希望未来会当结合观光，带动社区产业甲工作机会，来互南边的番薯更较有名，互更较侪人熟悉南边社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这边面的消息，全国轻便牌啊结影对抗的比赛，伫南投县的水里溪顶闹热开幕。轻便牌的选手，佮培养训练未来要比奥运这的国手，拢总有去参加。主办单位嘛特别说明讲，水里溪绝对是台湾岛内上较适合举办轻便牌的比赛，也是训练第一好的场所。开水真蔡流，轻艇选手尽力个顺比赛标杆指示，连面滑头登滑，连面大力高向前。这是南投水里溪全国轻艇激流对抗赛的选择者举办，就是因为台湾各队选手、奥运的国手，拢感觉这正适合训练。我从国1的时候就开始在那边训练，对，所以我觉得这场地非常棒。其实很庆幸，因为这个场地其实说实在不管是水质啊，或是水量都其实可以控制得非常好。
南投水利会开水清水国大港蔡楼正适合轻艇选手训练。今年世界各国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取消侪侪运动比赛。轻艇协会特别举办全国轻艇激流对抗赛，让选手自我挑战，也会当定心找到比赛的感觉。像我们目前有奥运的4位的培训选手，也今天有下去比赛。那还有台中部分也有台中的一些教育大学，国立台湾体育大学顶尖的高手大概有40个来挑战，也要考验一下这半年来教练跟选手一个目标一个测试，然后提升整个训练计划。水利会天然的环境，佮大电配合下水，增加难度，互水利会真侪轻艇训练甲比赛上赞的地点。各训中心也有意向伫遮设备训中心，甲水利打造做轻艇运动以及水上救难训练的国家机队。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湾的老大人是愈来愈多。劳动部当嘛委托民间团体伫南投的草屯举办研发组，就是老大人的食食制备人员的训练班。课程的内容就是特别针对长辈时代的菜单，教人设计甲料理，通好增加白日长期照护服务专业的骹手。用心料理美味阁下老大人胃口的菜色就完成了。切菜方面就是要切得比较细碎这样子，对。然后煮的烹调方面就是煮得比较柔软这样。这边参与课程的学员本身爱有中餐基础或者是相关工作经验，伫参与课程的时，就会当较紧进入学习状况，用早到日当教服务。不管是咀嚼以及它的那个质地的细碎的程度，那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其实都是我在平常的时候都没有学到的。那其实也借由这次的这个协会的这个经验，那有宝贵的经验，让我可以运用在未来的工作上面。随着国内人口快速高龄化，今年85岁以上的老大人人口已经占10.3%。为了应应相关产业人才的需求，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台湾这场机灵协进会开设这项课程，将近有80%都会到我们相关产业去就业哦。那在今年比较特别一点是，我们在今年已经拿到了2门课程的认证以外，那我们现场的学员也是即将送审再有2门的一个认证，所以他们即将可能会拥有4张证书的部分。台湾这场机灵协进会表示，今年是第3年开办培训课程，来自各地从事主职学员，甚至有参应科的学生，拢把握这边难得的机会参与课程，希望摕到认证，增加竞争力的同时，买当提升对老大人的服务照顾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去年金曲歌王谢明佑含一寡友志，伫咧台南的正兴街举办找台语的活动。当然，今年阁继续邀请信义街的庙市甲店头，做伙参加台语招呼店的陈列，就是欢迎人用台湾话来烧酒问问路，甚至是点菜。店家一定会生意招待，阁有特别的赠送品。好，欢迎。来到台南信义街这间茶桌啊，爱记你用台语点你要啉的茶哦。我要这个铁观老红茶，讲台语点茶就会送橡皮擦。原来会晓讲一句台语，店头家会送你一项伴手，这不是普通的虎啊，用手机啊扫 QR code， 随会当听到一段录音。今日要教的台语就是脑骨石，脑骨石。就是白话的酸蚵椒，给自己一个动力，就是要开始练台语，就是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台语本来就是蛮重要的。然后我2个小朋友其实都上小学了，那他们也在学校会有一个台语课。有送虎仔予民众的店家，拢是信义街的台语招呼店。这是金曲歌王谢明佑甲地方社团同齐发起的找台语活动。讲台语上早的城市就是咧台南。这阁是台南的老家，我感觉爱互遮的老家去排这个责任起来，你就是爱继续传落去。谢明佑因去年大生伫咧正兴街发起来台南找台语，希望大家自然讲台语，嘛用台语来认捌台南府城的文化。今年阁加信义街12间店家加入，号名叫做台语招呼店。因会用台语提供问路招待的服务。我比如啦吼，包括咱的民宿，
家己听说，因希望做的代志上，因来小解一句甲因的行业有关的即个台语甲俚语，放伫内底上，希望讲所有来遮佚佗的人，来遮享用的点菜的人，会当尽量用即个台语即个部分。每一间店家的虎仔拢有一句无共的台语。台语虎仔变成旅游的纪念品，民众会当听故事、学台语，自然用台语甲头家开讲，感受台南人的热情。记者陈亚军、赖维做台南报道。再来讲，昨暗头啊，第57届金马奖入围的名单公布，陈玉芬导演的笑开出喜剧《消失的情人节》入围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男女主角等等，计共11项奖，是这回上届受人注目的电影作品。第57届金马奖入围名单30尾暗出来，今年有不少金马影帝后搁一摆入围。最佳男主角入围的有李国煌、刘冠廷、林柏宏、毛子怡甲林家栋。最佳女主角有81岁资深演员，同时入围女配角陈淑芳、桂纶镁、李佩如、谢心颖、白灵。新人奖部分有高希晴、陈浩心、刘俊谦、何家豪、陈彦辉。第57届金马奖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的得主彭仁梦先生，业界称为彭爸的彭仁梦先生是非常资深的电工，那鲜少人知道这个工作的重要，但他永远要在别人开工前完成所有的准备，让电影顺利开拍。入围最佳导演的有蔡明亮、陈友健、陈果、黄信尧甲陈玉芬。文献祥表示，今年参赛影片类型真多，评审会议中以最佳剧情长片讨论上久，最后选定4部国片，提名9项的《动物麦纳斯之子亲爱访客》，甲有11项大奖，争做上大赢家的消息情人节，也有香港电影《秋耕婚》入围。台湾以外的，无论是中国大陆的、香港的、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今年甚至还有美国的、缅甸的等等的，其实都有报名。今年金马奖颁奖典礼是伫11月2日，虽然无亲像去年被中国抵制封杀，不过依然无中港大片报名。文献上表示，今年报名有465件，比去年较少，主要是参加比赛底片少真多，剧情长片数量甲以前差不多多，有102部纪录片报名是史上上多。记者综合报道。关心环境来讲，顶日啊，美国德州一个6岁幼囡仔，可能是伫落水去佚佗的时阵，去互食脑变形糖这款微生物弄入体内，不幸来过往。但德州的政府也提醒民众，暂时唔通啉水倒水，若要食一定要过煮过。以早台湾也有人因为浸温泉去染到这款病症。交通人员甲消防栓开开，切试追击。餐厅是因为用水的记录暂停营业。美国德州雷克杰克森市当局警告，居民除了冲马桶以外，唔通使用自来水，因为水里可能会有危险的微生物，或者食脑变形糖的福氏内格里糖。It is a very rare disease, and we know the only way that you can get it is to have that contaminated water go up your sinuses and basically then lodge there at the top of the sinuses and work its way from there through a membrane, if you will, a bony membrane that goes into the brain. 当地一个6岁查甫囡仔麦金泰，顶一日去喂着福氏内格里糖，伫这个月7日不幸死亡。麦金泰打开始的时阵是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不过了后病情就恶化，唔若徛袂牢嘛无法度沟通。家属推测，伊可能是伫市中心的水上公园佚佗的时阵去接触到垃圾水。检验结果显示，麦金泰因兜遐的花园压水的水源内底有验出福氏内格里糖。He loved to be outside, and he loved to be with his sister and his cousins. You know, he was a lovable little boy and loved everybody that he was around. 福氏内格里糖清在伫咧湖或者是河川顶顶较温暖的淡水内底咧生炭，若管理无好的游泳池嘛可能会有。也若感染的症状包括严重的头壳痛、体温上过悬、吐或者是头晕，甚至会出现幻觉，死亡率是真悬。This is a total tragedy for Josiah as well as his family. But we as leaders in the state of Texas must seize upon the strategy to make sure this never happens again. 人类感染食脑糖的病例其实是真罕见，全球确定的个案目前敢若有235例。根据疾管署的资料，台湾捌伫2011年有一个确诊的个案，一个75岁的男性浸温泉的时阵，去感染到福氏内格里阿米巴原糖，引发脑膜炎死亡。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讲，桃园市的白玉德威海岸，过去捌去环保团体选作是台湾上界垃圾的海岸线。中央大学的研究也发觉讲，观音大园区这片海岸，就是因为地形水流的影响，粪扫特别较会留来遮积做伙。海沙堡的粪扫唔留恁啊，塑胶干啊，还有希望啊。桃园白玉甲德威的海岸，捌去互环保团体认为讲是全台湾上界垃圾的海岸线。中央大学调查发现讲，桃园的海岸线在来自然的条件就无好，地形加上东北季风甲海流的影响，互观音白玉到大园这块地啊，较厚积一寡海顶流过来的粪扫。海关处嘛加强清理海沙堡，还佫组15个民间的海岸巡护队，定期清理沙堡的粪扫。我们去年在桃园海岸一共办了517场的净滩那总共动员了25000余人，那清除了205吨的垃圾根据中央大学的调查，去年桃园海岸的粪扫整体来讲，以生活日常的粪扫上济，占67%，塑胶干仔甲鱼胶的粪扫拢占10%左右。今年嘛选出5个粪扫较济的所在，大概月做调查，发现讲整体粪扫的量是比去年还佫减84%。海岸垃圾除了陈年旧垃圾问题之外，它还会有不断持续飘过来的这个垃圾以前累积量每个月可能会有达到3000个，可是在今年已经达到500件。中央大学表示，海顶流过来的粪扫，以一般的粪扫还佫有塑胶干仔为主。为会当辨识的保值办来调查，发现讲来源是以中国，包括香港是上济，差不多占70%，也那台湾是占23%，其他还佫有韩国甲越南等等。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日透东北风，台湾南北二路和平湖、金门、马祖，多数拢是侪云到好天。敢若东部、东南部有的角头会落到第一站的阵雨，下晡南部和中部的山区也较会有第一站的雷阵雨。中秋时天气变化，咱来看温度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4度到30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7度到33度。台南、高雄、屏东25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24度到30度，金门马祖平湖23度到30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晶，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